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饭店的人员讲误喷到酒精，伤到目睭，民众要来提出着告诉。有这民众到宜兰去住饭店，准备要食早顿进前，服务人员把这个酒精当作是毒针，为这民众的目脉心就甲抓落。饭店的人员马上就帮忙清洗，而且协助来送病院，嘛替这个早餐费。也毋过，这个民众是希望讲，饭店会当赔偿到一天的带麦费，但是饭店无愿意，敢若愿意以7折来犹太来赔偿，民众无法度接受，决定要来提出告诉。宜兰中营大客红红酒店主打的3放松泡温泉豪华享受，所有一位姓陈的先生伫网络讲，家己因为饭店人员的疏失着伤。当时陈先生某囝伫9点要入去餐厅食饭，门口的服务人员煞甲酒精当作是下毒针，对伊目睭安尼喷落。陈先生感觉目睭真痛，饭店人员随提生理食盐水倒洗，而且协助送医。送病诊断了后，发现是正类的化学性非常急性感冒炎。陈先生2个月前目睭才动近视手术，即马目睭拢看袂清楚，好好的假期即马拢无啊，搁来照顾空喙，伊去甲想要爱饭店赔偿。我希望饭店可以送我一张住宿券，然后让我再重新回来。讨论了1个小时左右之后，他们说他们没办法送我一张住宿券。饭店第一时间敢若愿意拍7折，才互民众无法度接受。甲饭店讲想要甲告了后，饭店才愿意退钱。给客户的处理这种方式像是挤牙膏。就是慢慢测试你的容忍程度。消保官讲，拄到这款状况，消费者确实会使主张要求合理的赔偿。如果说他伤害很严重，当然不只是一个住宿券的问题而已，还有包括说，消保法有规定惩罚性赔偿金。饭店方面表示，这摆确实有疏失，刷落来嘛继续来做协调，所以持续跟客人去做一个联系，然后去关心他恢复的一些状况。那至于在他顾客感受的部分呢，我们也是会尽全力与客人去达成一个共识。看起来，即马饭店爱提出诚意，唔能让消费者失去信心。另外，使用防疫酒精嘛要细致，莫因为一时失角差颠倒，互酒精伤到别人。